叫你们罚站那边动来动去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组长，开啊，谁人相吧？因先动手。够理由哦，啊！因先动手，你通拍人。组长，歹势啦，因的家长，我才打电话话是你啦。这足无聊的呢。你一个拍两个啊？我比伊较济。恁爸较早甲你无姓旧哦，是要你冤家相拍的，听到无？较早，恁爸嘛是咱学校木星股队的啦，成绩足好的，规台湾找无对手啦。高中时阵哦，就摕到国手的资格出国比赛。啊，毋过，迄届出国比赛条件无好，毋知是安怎，可能伤紧张有款。伊无小心哦，食着对手的蛋糕，伤着头壳，尾啊，伊就变安尼。